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行優之微講下錶。未訂閱嘅朋友，麻煩幫手撳一撳訂閱。訂閱咗嘅朋友，麻煩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啊！唔該晒。今日介紹俾大家嘅手錶咧，係一個喺今年年初宣布咗唔再做手錶嘅一個品牌，就係寶齊來。因為寶齊來俾勞力士收購咗，咁所以喺今年年初佢已經宣布咗係停產手錶。而呢個品牌咧，喺過去嘅10幾20年入邊咧，亦都研發咗好多高性能嘅機芯，例如佢自家嘅萬年曆、陀飛輪等等。而今日介紹俾大家呢一隻係打橫直徑40mm 酒筒型全鋼大日曆窗計時，再加埋有動力儲存，襪底自家機芯40mm，咁佢有計時、大日曆窗，6字位嗰個係動力儲存。佢定價呢係88000，依家折實咗係33500蚊。而另外一隻呢，都係直徑40mm 圓形，有星期、日曆、24小時同埋動力儲存，全鋼鑽石圈，透明底，直徑都係40mm。佢嘅定價呢係129,500，依家折實咗係63,800。而其他嗰啲呢就係女裝石英機芯，呢係圓形26mm，定價係25,400，折實9,700。另外呢一隻都係26mm 18K 金鋼石英機芯鑽石圈，定價係99000，依家折實價係37,800。另外一個長方形直徑18mm 18K 金鋼，原價61,300，依家特價係23,300。呢隻都係直徑18mm 石英全鋼兩行鑽石石英機芯，原價53,500，特價20,300。呢隻係直徑22mm 全鋼石英機芯，原價係27,900，依家係10,600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，可以 WhatsApp 61279284，或者親臨我哋門市尖東富豪九龍酒店行優錶行睇下傾下，大家可以落嚟傾下偈。多謝大家。